后来乡亲啊，这个半暝1:41，花莲的近海发生着规模6.6的地震，是花莲49年来摇了上大力的一届，嘛甲中部地区的乡亲摇到心肝头皮泡菜，尤其是南投的乡亲，随着想到20多年前的921大地震。921当时发生的时间是1:47，甲即届的地震的时间1:42，时间真晚近。这对南投人来讲是恐怖的回忆。透早1:42，中华福兴乡中乐路一直海桥倒人经过路口的时，愈海愈大下。你看监视器镜头就知，这个桥倒人惊到赶紧停伫路边，唔敢去震动。另外这边彰化市这个卖电火的吊入天棚，这个灯具嘛一直害，员工看到监视器呢有够紧张，惊讲这物件弄甲害了了。比较担心是看早上来看会不会地上一些碎玻璃。地震和中部民众跳惊，南投六股大轮山海甲真大音。边个餐厅嘛一直害，这款的地震和经验过921大地震的南投民众，规暝拢唔敢困。咁我啊，要甲921时间要共款啦，因为咱的921啊，遐大个啦，所以讲我规暝拢嘛是真担心啊。恐怖，规暝拢袂困，恐怖，真恐怖，大家拢惊着，惊到拢唔敢困。对南投乡亲来讲，921大地震的阴影也未消失，因当时发生时间伫透早1:47，甲即摆地震1:42，时间真接近，加上海真久，真侪人拢被海精神。草屯有一个老先生被地震惊精神了，走去1楼时发现，因75岁太太拄伫客厅一直吐，赶紧卡119报案。就是因为地震的时候，然后才跑到客厅去查看，然后才发现他的老婆倒在客厅这样子。地震嘛造成台中潭子山区这条路害了。裂开主栅就有裂开啊。相关的单位已经将闭气的所在甲围起来，禁止人甲车经过，并且叫厂商赶紧来修理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